頭到尾咁多年以嚟啦，對於米少，我最中意嘅成員係米少呢樣嘢，我係冇變過啊！咁多年嚟都冇變過。老師和來斯都是花樣男子，老師原是個校隊的優秀種子，來斯只喜愛讀書，偏偏他倆早見晚見，每日着住同樣純白襯衣，羅曼史開場於相鄰的桌椅，不過二人不敢放肆，能成為密友大概總帶着愛，但做對好兄弟又如此相愛，旁人會說不該，忘形時答駁自有一面退開，暗裏很享受，卻怕講出來，兩眼即使移開轉開，心裏面也知這是因為我哋一開頭我哋拍我哋第一日去嗰間專訪嘅時候，我逼佢除衫啊，佢好腼腆啊，我有少少強姦佢嘅感覺㗎。男子和男子怎能親密如此？老師難面對，卻跟他勾過手指，來斯偏偏那樣痴。終於一次他過去四目對望，然後除下襯衣，迷惑中的老師此時先自知，一向沒當這好手足女子，能成為密友大概總帶着愛，但做對好兄弟又如此相愛，旁人會說不該，純情何時會讓這悲劇揭開？他真的很意外，想起相識以來，一起溫書逛街聽歌。唔係一開始我係有諗過，不如我哋租一個地方，我哋租一個地方4個月，兩條友就韞喺嗰間房度，黐線啦！即係因為因為我都覺得佢過唔到喎，佢過到啊！佢話得啊，佢 OK 啊，佢 OK 啊！你即我而家諗翻起覺得好難，你冇做到，我梗係冇啦！仆街你咁你梗係唔得啦！你屌你老母！你提出咗你唔肯做，其實人哋日日也親力如情侶，底牌中揭開。米少，使唔使叫米仔？我使唔使叫米仔出去先？我使唔使我可以嘅。我使唔使出去先？鹹師傅講真，我使唔使出去？隨你。為何還害怕？若覺得這樣愛，神在計算他又是誰可否愛？旁人哪個接受這種愛？你內心嘅嘢表達，你講感受啦，係你講感受，感受啦，感受啦。只能夠講啊！當初我翻去都有部分原因係關米師傅事。明明絕配犯眾憎，便放開，永遠的忍耐，永遠不出來，世界將依然不變改，只會讓更多罪名埋沒愛。笑係一個浪子嚟嘅啊，所以係難行噶，就一路以嚟都係難行嘅。我只能夠去揀你。我係中意男士嘅。